大家好，今次睇呢個坑口裕明苑 B 座嘅單位，總面積係606尺，屬於一個3房嘅設計。咁呢個單位個廚房亦都係非常之大，你會見到呢前邊呢就係煮食嘅方便啦，側跟亦都有充足位置可以擺到一個櫥櫃。另外呢，再往前呢都有一個騎樓嘅位置㗎。睇翻客飯廳，巨型客飯廳長方形設計，望翻呢個嘅洗手間，咁亦都係呢佢非常之寬敞嘅。咁呢個單位望向係東南，亦都係好舒服。前少少就係其中嘅一間房，你會見到個單位都係非常之寬敞，可以擺到一個6人餐台都冇問題嘅。咁隔離亦都係其中嘅一間房啦，方向都係向東南嘅。咁洗手間呢，你會見到改咗旗杆，唔錯㗎。呢個係第3間房，業主做咗雜物房。大家如果對呢個單位有興趣嘅話，歡迎隨時聯絡我約睇啊！